来啊来啊，咱做伙自集，来啊来啊，咱做伙来敬拜。这是咱三角内吟圣诗162首，着用基督耶稣的心，会众请起立。个别，咱起来做伙来读信仰个别。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是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纲。界面有你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你是我的学生。会众请坐。这是咱来启应，启应文记载伫第51篇，也就是耶利米17章。启应文。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人，我靠会死的人的亏力。因踮伫旷野打扫的所在，因为亲像风暴尾大丛的树，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，现热狗也狗无惊，空闲的年拢无挂虑。咱三角来祈祷，感谢上帝，互阮进入你的圣殿来敬拜你。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子民。这是阮的福分。阮踮伫即个美丽的岛台湾，阮四季如春，有用袂了的资产，甲丰富的食物。总是阮即马大家拢挂喙炎，阮即马感受着天气足热的。这是阮伫即个所在感受着像 COVID-19 的疫情。气候变迁，才会改变，总是人的贪心造成的迫害。求你赦免阮的罪，
互阮定心搁伫你的面前来忏悔，求你互阮对你有对你也的智慧，分别啥物是阮应该爱去做的，既然伫基督的本身定心搁再一遍徛起，也互阮伫做工课、伫学校、伫厝内底，拢会当荣耀主你的名，活出美好的生活，嘛会当借着安尼引带阮身边的人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圣歌队带咱做伙来敬拜。
是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哥罗西书第2章第69、第19节。哥罗西书第2章第60到第19节。既然恁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着甲伊结连来生活，照恁所受的教示，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，信心得到坚固，充满感谢，着谨慎，毋通互人用空虚假的学问甲恁迷去，因为这个学说是根据人的传说，甲支配宇宙的灵，毋是根据基督。因为上帝完整的神性，伫会看见的基督形体内面，互恁甲伊结连成做完整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统领者甲掌管者。恁嘛已经有接受甲基督结连的挂礼，毋是用人的手，是通过基督的挂礼，将恁罪性的肉体提起来。对洗礼，恁有甲基督做伙埋葬；搁对洗礼，通过信，互基督对死人中搁活的上帝的大权的大能，互恁嘛甲伊做伙搁活。恁以前因为犯罪，搁肉体无受挂礼，已经死。毋过现在上帝已经互恁甲基督做伙搁活。上帝有赦免咱一切的罪过，这消对咱不利，搁有法律效力的照顾，甲伊钉伫十字架顶，互伊失效。上帝有解除灵界的统领者甲掌管者的关系，互因伫基督凯旋的行列中做战犯示众，所以。毋通伫啉食、守节期、初一，也是安息日的问题，互人批判。这个毋过是将来事的影，基督才是实体。毋通受这个假谦卑、拜天祭的人影响，互恁失去应得的报赏。这个人瓦靠幻想，照人的想法，无紧无贵。自夸自大，甲头基督断绝关系。这个头全身躯通过筋甲节得到营养，互相连接，照上帝的旨意继续成长。今仔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连结、创造、整全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。当阮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用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，互阮对领受你的话，阮得到帮助，也互阮得到新的气力，点伫每一日，阮会当见证上帝你的荣光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这大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每一个礼拜，咱会当三自集做一会。当然，现在咱嘛有侪兄弟姊妹有缘踮伫山顶，所以咱是透过无共款的方式做伙咧敬拜上帝。毋过，当咱面对即个状况的时阵，咱嘛少少去想着讲，伫10几年前，甚至是20年前，迄到底是啥物款的情形？当所谓咱遮的智慧型手机还未发明的时阵，咱毋知影还阁会记你讲，迄当时的生活生做安怎无？20几年前，咱还未遮尔方便的时阵，连手机嘛，毋是可能逐个人拢有。所以迄当时到底安怎甲咱甲别人联络？敢会当有人讲着 BB 扣啊？BB 扣是就少年的人应该毋知影这是啥物物件。但会记你讲有无共款的物件不断咧发明，当迄个时阵，咱甲别人约会。踮伫某一个所在的时阵，咱搁爱不断较真讲几点踮伫啥物所在。若是找无人的时阵，迄当时要安怎办？
完全无法度，干会通踮伫遐一直等。啊，到底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所以咱真歹想象到现在这个时代，咱行过这20几年以来，现在咱的连接其实是非常的紧，也非常的利便。所以无论咱即马踮伫什么所在，咱拢会当结连做一体。这个结连会当带出新的创造。这个创造嘛有一个新的功课，不断互咱咧学习，就是虽然咱有结连啊，但是咱怎样是真正有关系？是怎样？毋是干那讲我即马发一个讯息互别人，啊，干那安尼咧沟通，是咱甲人的关系怎样真正有关系起来？咱读圣经的时阵，其实也是面对共一个问题：上帝甲人到底要怎样会当结连起来？保罗写足侪批信，伊写遮尔侪批信，上界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期待伊会当甲教会结连起来。今仔日咱读哥罗西书，哥罗西是一间保罗从来毋捌去过的教会吼。保罗从来毋捌去过哥罗西，所以这间教会对伊来讲，恐惊是生分的。啊，这间教会怎样建立的？是保罗的同伴以巴弗踮伫遐开始咧传讲上帝的话了后，这间教会慢慢组成起来。啊，所以这间教会的信徒主要掠外邦人做主体。保罗无去过遮，保罗甲因的关系看起来是疏远的。毋过，伊透过写遮的批信，伊不断地做一件事，伊期待咱会当建立新的连结。今仔日咱读第2章的第6节，毋过要读第6节进前，如果咱手内底有圣经，爱对头前看一下，对第1节、第2章的第1节遐开始咧看。伊保罗真清楚讲，伊写哥罗西书的目的，伊的目的是爱恁的心会当受鼓励、应听、相结连，也通过丰富的理解力，有充分的确信，来确认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。既然保罗会安尼讲，咱就开始会去想，因到底拄着什么款的问题。保罗虽然踮伫远远的所在，踮伫遮，传统上咱的理解是，保罗现在踮伫監獄中間，所以保羅聽到哥羅西教會所拄着的困難是啥物？有人用濟空洞虛假的哲學來影響人。啊，華語講叫做花言巧語啊，有人講用花言巧語咧，將兄弟姊妹甲伊帶入到佇一個無共款的方向。互哥羅西人看重人的智慧，關過佇基督的奧秘。啊，閣來踮佇即個世界中間，伊嘛真流行講，伊講佇宇宙內面存在一寡甲遐個超自然界有關的遮個惡魔啊、鬼怪，啊，所以因是用遐個魔法來控制即個世界。就着安尼。信徒開始想講，安尼基督敢袂是這中間的一個？因開始認為講，咱是今仔日信耶穌基督，基督不過是遮個踮佇空間一切遮個靈界、遮個勢力中間的一個。嘛，照着安尼，因漸漸地離開耶穌基督的道理。這是哥羅西教會所拄着的。踮佇整個的環境中間，因不斷就是咧辯論遮個哲學，不斷咧辯論講啊，到底什麼人的迄個勢力較懸？所以踮佇遐一直咧踅來踅去。教會兄弟姊妹，也就是受到這款影響了後，因認為基督不過就是遐個有權柄、有能力中間的一個人。這是外邦世界對哥羅西的影響，佫有另外一個部分是猶太教的影響。猶太教的影響嘛，不斷愛遮外邦人信徒，恁一定愛遵守節期，一定愛遵守咱遮食物件的規範。所以也就是保羅一直咧要義的，就是咱每一個人是靠着信耶穌基督，咱得到拯救。
毋是靠着你守家的一切的行为，毋是守家的节期。讲到遮，咱会当想起一件代志，若是你是保罗，你安怎看即间教会？一开始我讲啊，保罗毋捌去过即间教会，伊毋捌去过即间教会。听到讲，即间教会踮伫济遮的学说，不断伫遐咧辩论，嘛不断伫遐咧混乱的过程中间，你安怎看待？你安怎看待即间教会咧？保罗通过要写遮的批信，伊期待会当引带哥罗西教会重新转来教伫耶稣基督的信，所以伊讲了真清楚。恁既然有接受基督耶稣做主，就要安怎？甲伊结连，爱甲伊结连来生活，然后伫伊内面定根受起造，就是咱爱真正清楚知影咱的信是建立点伫耶稣基督，然后是定根会当不断起造建立信心，这是保罗。期待哥罗西教会会当开始生出的一个款式。毋过，踮伫即款势的影响下面，其实毋是咱所想象的遐尼简单。他拄仔讲的是哥罗西的世界，咱若是来看现在的世界，咱感觉有啥物差别无？毋知影咱感觉现在这个世界，甲他拄仔迄个哥罗西世界，到底有啥物差别吗？伫今仔日个世界中间，侪人想要追求所谓，有人讲潜能开发，有人讲会当甲灵界沟通，有人讲会当追求啥物款无共款的信用模式。期待讲，我敢会当找到生命的意义？期待讲，我敢会当过了搁较好？所以渐渐，咱就有侪无共款的学说，有无共款的讲法。嘛，充满踮伫教会中间。逐摆有当时甲青年咧讨论遮个教会现象的时阵，拢有讲到一寡真特别的物件，就是有当时踮伫咧敬拜，踮伫逐个人踮伫遐真公正的信仰敬拜中间。特别是敬拜赞美，逐个人拢要举手，逐个人拢要敬拜的时阵，敢会当有人莫举？唱圣诗的时阵，敢会当举手？为什么袂使？但是咱已经受到某一个风潮所影响，认为讲，咱亲唱圣诗，就是干那唱圣诗，干那通过唱底歌，才是一个情绪顶面的抒发。咱开始受到无共款的学说、无共款的讲法所影响。所以其实踮伫教会内面，咱嘛受到侪无共款的物件，一直伫遐咧。有当时讲是车饼呢，是无共款的势力，无共款的权威，踮伫教会界内面咧影响。即几日踮伫网络顶面，我看到侪牧师咧讨论一个现象，就是有一个出名的主持人叫做伯恩。伯恩伊发表一个 podcast， 伊讲为什么我不爱信基督教？伊讲即个主题差不多讲30分钟左右。其实我无少认真听伊到底咧讲啥。毋过通过媒体，通过基督教媒体，大概伊对教会的不满，伊讲为什么伊不爱信基督教，总共有3个重点。头一个重点是基督徒毋知影家己在信啥物，这是伊讲头一个重点。第二个是，当基督徒有问题的时阵，牧师也是辅导，无法度互人一个满意的答案。过来第三个讲教会内面足侪人只不过是咧做表面功夫那尔。伊讲主要大概这3个问题，是伊讲为什么伊不爱信基督教上界重要的3个重点。我讲一摆，伊讲基督徒毋知影家己咧信啥物。第二个，牧师也是辅导，无法度互人一个满意的答案。第三，伫教会内面有足侪人咧做表面功夫。这3个问题，我嘛发现
这确实是存在伫教会界中间一个普遍的现象。咱对这宗教的行动，对这出名牧者的讲道，常常是完全无咧思考，就照伊所讲的，咱就信啦。这是问题。过来，咱期待讲道的信息，干那是一个心灵鸡汤，也是励志格言，听起来踮伫遮你着鼓励，安尼就好。但是无法度面对生命中间一切的挑战。咱也接受基督教媒体，也是所谓出名牧师的教导，完全无去想到底有真正的逻辑无？对圣经嘛，永远听伫干那读经句，无去看到底整个这段的圣经节咧讲啥物。嘛，照着安尼，咱通过一寡表现的行为，就是伊所讲的表面功夫。我踮伫遮看起来真敬虔，踮伫遮我看起来真热心咧参与，但是咱干那满足我本身的成就感，这干那真做一个表演。上帝讲，你看我有来哦；边仔的人讲，你看我就热心哦。但是无真正去面对。咱到底咧信啥物？所以教会这张梦，都看起来愈来愈失去结连。最后剩啥物？既然伊是一张梦，安尼上界重要有一个中心点，对这个中心点出去，会当互每一个人结连起来。但是当咱失去中心的时阵，是啥物咧依持咱？咱就会发现。原来依持教会的是人际关系，原来依持教会的是休闲娱乐，甚至是利益交换。咱失去真正的秩序，咱失去真正的所谓的纪律。加尔文讲，啥物叫做失去纪律？就是band大。加尔文讲的无纪律这个物件，伊本身就是叫做band大。咱的band大抵到咱无愿意认真去看整个这段圣经节咧讲啥物。咱的band大到伫讲，咱敢若片段接受媒体所讲的，也是某一个出名牧师所讲的，就认为这都是信用啦。结果到上尾啊，咱失去真正甲主的连结。也抵到咱的教会软弱。看这个现象，其实是咱所咧面对的。但是这个面对的过程中间，毋是干那听伫讲，你看别个人是安尼，我无。后一个礼拜，台湾族的青年部邀请我去甲因的青年人分享一个主题。伊讲这个主题叫做承担。爱去承担足侪事，我就问这台湾总会的青年干事讲，你到底想要爱我讲啥物？伊讲，伊想要讨论这个问题是，伊发现讲，伫教会中间的后一代，对教会有足侪不满，会有足侪批评，但是足少人愿意去承担。逐个人拢足够讲，教会爱改变。逐个人足够讲教会安怎无好，但是无任何一个人愿意去承担。咱敢若会晓批评，但是当责任来的时阵，无任何一个人徛出来讲，我应该爱参与，无真正会参与甲负担这个责任，一切的埋怨拢是虚假。无承担，更加去展现讲。咱干那是掠家己做主，咱将来无愿意互耶稣基督成做咱的主。伫这个对话中间，忽然发现讲，原来今仔日教会所面对的，甲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，其实是同款的。保罗毋捌去过哥罗西，所以伊理所当然啊，伊会当卖负起这个责任。写者的批颠倒，互教会认为你到底是对阮有意见吗？还是递到人讨厌？毋过
保罗的行动，互咱清楚知影讲，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阵，上界重要的是负起基督交托互咱的责任。当一个人领受福音了后，真正重要的是，咱需要承担主所交互咱的使命，通过咱甲基督连结。通过这个连结，不断有新的创造，因也一直想要活出一个整全的信仰。咱就会问啊，所以这个关键到底伫对？这个关键到底伫对？保罗讲甲真清楚，关键是啥物？是基督。关键就是基督。保罗真清楚，哥罗西教会讲，上帝完整具体展现点伫基督耶稣内面。恁甲基督结连，已经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伊是元首，超越一切灵界的执政者甲掌权的。也就是咱的提到讲，有一个名词，咱一定拢捌听过，叫做道成肉体。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是啥物意思？道成肉体耶稣基督是真真正正活伫咱中间。这是保罗要对教会所勉励的。有足侪学说飘伫空中，有足侪学说一直咧讲，这个宇宙啥物人较有气力，啥物人较有权柄。但是保罗却讲，迄个道成肉体的耶稣是真真正正活伫咱中间。咱通过基督的生命，怎样经验伊的角力，也就是咱通过伊的死，咱甲耶稣基督做伙埋葬，通过洗礼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是上洗礼课的时阵，大概咱拢捌听过，但是这到底咧讲啥物？这个意思就是，如果咱所信的是一个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，安尼是咱每一个人伫每一日，咱拢咧学习的是咱甲耶稣基督的死做伙埋葬，然后活出新的生命。咱是甲基督耶稣重新阁活起来。保罗讲，恁进前是有罪阁无律法的外邦人，伫灵性顶面是死的，但是上帝互恁甲基督会当阁一摆阁活起来，将一切罪定伫十字架顶。遮个灵界一切执政者甲掌权的，踮伫基督的面前，拢是不堪一击。因不过是基督凯旋学练中间受了的人。保罗讲甲真清楚，咱所信的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真实活伫咱中间，咱也通过耶稣，咱是定军建立，也得到真正的信心。教会毋是通过学说。教会毋是通过这的灵界看袂到的物件建立的，教会是通过真真正正活伫咱中间的耶稣基督所建立起来的。若是安尼，大家都会问，所以耶稣踮伫对？若是安尼，耶稣踮伫对？耶稣就踮伫你甲我的生命中间。耶稣基督是道成肉体的主，也通过咱每一个人，咱对身心悔改咱本身的罪了后，咱甲伊的死做伙埋葬，得到新的活命。所以现在咱每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，耶稣踮伫咱中间，咱是照着耶稣基督彼此结连。伊是咱生命的主，也是教会的头。咱不断咧学习的是，耶稣怎样伫咱的生活中间工作，怎样伫咱的教会中间继续咧工作。
咱逐个人拢会提到讲，咱是怎样建立咱的信仰，是怎样愈来愈敬拜耶稣的。有一个青年甲我分享讲，踮伫家族中间会不断讲一个故事。踮伫因的家族中间，因是几啊代基督徒，但是伊会不断讲一个故事，就是伫伊厝内底的信仰前辈，会到古早进前，主日礼拜9点要做礼拜，伊会7点准备好，然后开始行路，行2点钟的路，为着要去做礼拜。我想这是咱这家族内面捌经验过的。伊讲到伫年代一直过，可能会当有车，会当载伊去啊。但是这个信仰前辈犹原坚持讲，我就是早起7点要出门，一步一步行去教会。伊甲我分享讲，甚至到伫伊互上帝调去的迄礼拜，到90几岁，因厝的这个信仰前辈犹原安尼不断坚持对引导。对山顶行落来，一定爱去做礼拜。伫这个形象中间，咱看见基督。信仰是通过咱每一个人实实在在的生命所建立起来，毋是通过学术，毋是通过学问，是通过咱读上帝话，咱建立。真正，我要用我的生命去实现，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活出我对上帝的信。通过安尼建立整个的家族。最近我在读一个出名的讲道者，伊的回忆录，伊是北美一个真出名的讲道者。伊讲伊的性命，伊做一个牧师，就是正做一个讲道者。这个讲道者是，迄个意思就是，你的生命中间所有的代志是无法度按算的。你的生命是完全无法度计划，因为当你将家己的生命交予主了后，是互基督咧引带你一生中间所有的方向。所以伊家己讲，正做一个讲道者，就是进入一个无法度按算的生命中间。伊咧回顾伊家己的服侍，伊捌做过乡村教会的牧师，伊也捌做过卫理公会的主教，嘛捌做过杜克大学的校牧。正做一个讲道者，正做一个作者，到伫伊人生已经70几岁，重新咧看家己的生命的时阵，伊发出的一句话就是：家己的生命踮伫基督的引带下面。行连我家己拢毋知的方向，我完全毋知为虾米我会经验这，会看到迄，因为一切拢是为基督。正做一个牧者，正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是受呼召咧宣讲耶稣基督。咱每一个人。踮伫教会，也是踮伫咱的社会，踮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拢咧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，毋是干那通过主日讲道，通过每一摆咱咧聚会，咱每一摆咧上圣经的课程，咱每一摆咧联谊，每一摆营队，每一摆当咱咧聚餐的时阵，咱拢咧见证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，是真真正正。活伫咱中间，咱常常会去袂记哩即件事。当咱顶礼拜，咱咧看夏令营，有侪老师，有侪同工嘛做伙咧分享，咱少少去想着办营队是敬拜上帝。咱会袂记哩讲，咱办足侪活动的时阵，即个活动是敬拜上帝。咱办遮个活动的时阵，当咱咧陪遮个囡仔，当咱咧办游戏，当咱咧灶骹咧准备的时阵，是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踮伫咱中间。咱会定一直去看讲哦，可能这就是一个活动，这是袂歹的活动，
但是袂记你讲，来到伫教会每一个时刻，咱是咧甲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连结。耶稣甲咱活做伙，耶稣甲咱踮伫每一摆连结的时阵，咱看见新的创造。每一个人，咱成做军队基督的人，就是安尼。咱受着上帝所呼召，基督成做咱的头，通过伊所带予咱的信息，咱会当得到应用，咱会当彼此结连起来。所以保罗期待哥罗西教会是啥物款的教会？保罗期待的哥罗西教会是，虽然咱确实面对济世界价值观的引诱。虽然咱犹原面对济无共款的学说，的确一直踮伫遐咧请拼，咱也一直面对这个灵界的势力甲掌权的想要将咱扣去的时阵，保罗一直咧讲的是，我期待哥罗西教会是建立踮伫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，咱真正定军建立，面对济冲击的时阵，咱会当徛好在，这也是。今仔日的教会，咱所领受的信息，有济无共款的讲法，有济无共款的信息，充满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咱嘛一直面对讲，到底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我怎样面对世界的挑战？毋过保罗却讲甲清清楚楚，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已经通过咱每一个人，甲伊做伙同死，同过活。所以，咱是徛会牢的，咱是会当徛会牢的，然后当看见这个连结真密的这个网，是通过耶稣基督，咱一直四线开。每一个人，咱若亲像有个看袂到的线，将咱每一个人牵起来，愈来愈徛好在，建立踮伫耶稣基督，咱会当人见证讲。耶稣踮伫我的生命中间，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。就着安尼，咱赢过一切挑战，赢过一切的冲击。咱信耶稣。请来看我所写的一段话：连结创造精转，连结密密的网络。惊起一片天，直接每一个活落来的人，逐个人拢问美国伫啥物所在？定军起造的中心，无受到遮的哲学威胁，无受到超自然的邪恶所引带，编说创造实践、精传、放杀。新的生命，斗起来一个密密麻麻、整整齐齐新的群体。咱是建立伫耶稣基督，咱属于伊。耶稣为着你，为着我的生命，定死伫十字架，咱也甲伊同过活。这是咱信耶稣上界重要的。愿咱成做一个新的群体，不断见证耶稣基督。请咱做伙来吟这首圣诗，成做咱的回应。圣诗557首，咱着祈求主上帝。着追求主上帝，明白其心道路，不是
希望主人民也着各自模范，分享基督的金光，还照伊的元帅。他归乡如情家路，共等努力所练，因主款待困苦人，享受自由恩典，着亲自真把上帝定心应心把意，着正心最主心的受分别国赛去，主经刁难有无的最喜魂的起舞，宣扬基的净土堂，从上艰难扫毒，着正受基督罪主，给人生命丰盛，以内面顶棍基座，信心坚固完整，以家的下熬未黑，基督着是实体。愿受亲密加热，心中正心困停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主耶稣当管来到伫你面前的时，求你尽职管逐人的心，互阮清楚知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已经活伫阮每一个人中间，你也带阮甲你同进入埋葬，也对你阮得到新的活命。通过安尼，点伫每一摆阮敬拜的时，阮见证你的作为；当阮每一摆团契的时阵，阮见证你的疼；当阮每一摆服侍的时阵，阮见证你怎样款待每一个需要的人。主愿你坚固阮，互阮的教会踮伫即个充满济济合说、充满济济设立挑战的时代，照着你，阮定军起造建立真实的信心。通过你的话，阮会当人见证耶稣，你就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带互人真正的祝福。带互人真正的丰盛，愿你坚固阮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。
请起立。我来报告几项教会的事，有互咱大家了解。咱的圣经学堂，咱后礼拜的进度是马可第10章17节到31节，所以请咱会当踮伫线顶，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。咱今仔日礼拜后，咱犹原有迄个过季步册检查吼，所以请咱的团契的负责的同工会当来第二遮的时间。咱有报名成人洗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姊妹，咱踮伫后主日第2场礼拜的时间就是10点半，咱会踮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屋来有问道理，所以也请咱有报名成人洗礼甲信仰告别的人会当注意这个时间吼。过来，这礼拜六我爱去舞台担任台湾中会青年大会的讲师。咱教会的圣歌队有联合咱台南市区其他3间教会，咱会踮伫9月11的下晡3点，咱要伫台南文化中心的演艺厅来举办一个欢呼赞美荣耀音乐布道会。目前咱犹原咧征求同工吼，咱需要有接待的同工，接待陪谈受奉献的同工，这10个人。过来爱有会当协助场地布置的人员嘛10名。所以请咱会当，若是咱感觉咱时间会使的兄弟姊妹，请咱会当到伫办公室这边来登记，也是找迄个圣歌队的队长泽印，会当来找圣歌队队长泽印这边来报名吼。所以咱需要总共20位的同工，所以请咱会当时间若是会拄好，咱会当踊跃来报名。好今仔日有几位新来的兄弟姊妹踮伫遮，咱会当做伙来熟悉。头一个这是杨佑芬嘛，杨佑芬姊妹对台北大直教会来兄弟姊妹，有伊的有做伙来的吼，咱做伙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。过来一位是蔡维竹兄弟，有甲伊的太太，因拢做伙来到伫咱中间，咱做伙欢迎因。过来，阁有迄个张维婷头一摆来伫咱中间，这也是参加咱台语读经班，青年人拢会参加咱的台语读经班。过来，阁有这是薛玉恒。薛玉恒牙医师来伫咱中间，咱欢迎。所以咱等下当礼拜煞以后，咱会当三招好有一位新来到伫咱教会兄弟姊妹，欢迎恁会当来到伫东门教会，期待上帝祝福，也通过阮大家会当彼此踮伫遮，咱彼此得到稳定，得到祝福。我做以上的报告甲介绍。咱做伙来吟煞要变诗，391首《俄勒天顶主宰》。当当的火，你给当心火。
帝祝福。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常常点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不断见证道这肉体的主耶稣基督活伫咱中间，也通过咱祝福每一个需要的人。愿这个恩典对咱直到永世代。阿门。请坐。你们自己要带着啊，因为这边。